头所等的台湾，全国运动会10月要伫个桃园举办。主办的桃园市政府特别邀请到时尚媒体跨界合作，要为桃园来设计全新的标志。这届的全国运动会，唔是找明星来代言，是要让选手家己来做代言人。请揭幕。是的，我们108年度全运会将会盛大开场。桃园市长郑文灿甲时尚媒体总编辑宣布要做伙打造2082年全国运动会全新形象，也佮发表由担任金曲奖时甲统调颜碧准替桃园队设计全新 logo。桃是在起笔和收笔作为一种像是运动象征的锐利的立脚收尾，然后呢，以一个正在翻转中的圆去传递桃园，这是一个翻转命运的都市。现场同时发布由参赛选手亲身演出的全运会宣传片，让选手自己来代言全运会。那同时用跨境跨域合作，用名人、网红、各县市的这个地方的人士来推荐全国运动会。桃园市政府要结合运动、时尚以及设计3大面向，来打造全运会，成做知名品牌。